原本的圣安利活动中心位伫咧开元国小边仔的学校用地，1807年经过鉴定，建议拆除中间，才搬来即卖这个位置。区长协助我们来借用了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栋，就是我们这个旧的公卖局的仓库。那因为旧的公卖局的仓库呢，我们借了大概从109年搬过了，到现在快要4年的时间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的关怀据点呢就用在这里来做。那因为那里面的设备设施呢是非常的简陋，那也没有什么残障的设施。那可是我们在克难中呢，还是陆陆续续的完成了所谓的关怀据点的一些课程的跟活动。经过市府、地方民代以及社区民众向中央的争取，而今伫市长王美体、立委陈廷辉等人的见证之下，正式动土。新建工程动土开始，接头。海底平安金金这个新建工程由卫生福利部补助2400万，以及市府的3590万，总经费5990万，预定兴建2层楼，规划设置社区关怀据点、老龄教室、社区居民活动使用空间以及长照服务据点，预计伫113年度完工。这个活动中心可以说是好事多磨，这个4次流标，第5次才标出去。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单价总共300坪的面积已经造价5900万了，那已经平均一坪超过19万多，这是可以说是超高这个价格的这个，但我们希望说能够，既然已经花那么多钱工程就不要延宕了，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，能够早日提供给我们社区的长者也好，或是社区的民众也好，一个好的休闲游憩以及日照中心。新建工程位置的前身是分手工白桥的仓库，伫厝顶的部分是以木檐架工法所搭建，非常的有特色。因此设计单位也特别保留，让建物顿了有新的样貌，同时象征社区的永续经营甲传承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